续来看侯友宜，早起开这个国际记者会结束了后，是回到伊的本命区新北市，甲朱立伦做伙来扫街拜票，受到选民热烈的支持。下晡是伫个新庄、树林、板桥继续车队扫街拜票。这个选情之夜，就伫个板桥要来举办大造势，要来稳固着本命区的选票。侯友宜嘛一直甲支持者来发话，讲总统大选这张的选票，就是战争甲和平的选择。车等落车，就保养甲民众见面快。侯友宜当结束国际记者会，随光灯来到本命区新北市，和朱立伦伫咧罗酒合体。被屋企手势，侯友宜受到选民热情欢迎，嘛展现伊的亲切，主动甲选民握手盘hand。选前前一天，侯友宜集中伫咧新北市吹票，下晡才去到新庄、树林、板桥车队扫街。选前之夜嘛选伫咧板桥大造势，顾本命区的选票。今日到明仔载，后日就爱投票啊！这是这摆中华民国台湾命运上重要的12路十字路口。到底咱是要选去战争，还要选去和平？继续向支持者发声，选前上尾关头，搁一摆强调政见。侯友宜嘛伫咧国际记者会顶强调，爱稳定两岸关系，同时帮助台湾奋发国际空间，得到济国家的支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